希塔美德下載慈悲。慈悲係一種深刻嘅情感，佢讓我哋能夠理解他人嘅痛苦，並且從內心產生幫助他們嘅願望。當我哋表現出慈悲，我哋嘅內心變得柔軟，而且富有同情心。我哋唔單止係關愛他人，亦都係滋養自己。慈悲唔單止係表面嘅行動，更加係一種嚟自心靈深處嘅善意。呢種力量讓我哋能夠喺困難嘅時候支援他人，並且用愛同埋理解嚟化解他人嘅痛苦。通過慈悲，我哋能夠超越自我，擁抱他人嘅需要同埋感受。慈悲就好似一朵盛開嘅花，無論佢去到邊度，都能夠帶嚟溫暖同埋希望。呢種力量唔單止改變咗我哋，亦都改變咗我哋周圍嘅世界，讓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慈悲嘅定義，我知道慈悲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何時慈悲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慈悲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慈悲嘅觀點，我知道慈悲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慈悲係安全嘅。我是慈悲的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